Okay, Jocko, you ready?好爽哦！OK， 好了，大家听够了吗？还没够啊，还没有。你们要这样接，不然的话我后面接不下去了。阿哥，1、2、3、4，我终究是一个凡人，有时会失了分寸，我没有想要为自己辩论，那是我从来承诺我不却都承认我遗失了自己本分，他们吓我要疯了。就是一个凡人，有时会失了分寸，从没有想要为自己辩论，那是我所的承诺，我不却都承认我遗失了自己本分，他们吓我要放泪，至少这一刻我还敢坚持着。谢谢，好，我们表演到这结束。好，我们大家留下来好不好？还没吗？没有。我想听喊琴要唱歌了，我很累了。好，那我们大家继续留在这边，然后一起来。